今日咧係7月10號，過到嚟香港島，做龍脊啦吓，行山路徑吓，呢度咧係點樣嚟嘅咧？係響筲箕灣坐9號巴士去石澳嘅，響土地灣嗰個站落車就可以行上嚟噶啦。嗱，依家未上到頂之前咧，影下啲景先啦吓，係啦，呢度係香港島嚟噶吓，上面嗰度陽明山莊下邊咧就係香港最早嘅開發嘅水塘，係一個大潭水塘呢度近鏡嘅咧就係紅山半島舊年咧因為有場颱風落咗好大雨啦，就呢個紅山半島嘅咧有啲山泥傾瀉依家修復好噶啦，係啦，遠望嗰邊咧係呢個赤柱龍脊嘅行山徑龍脊呢個行山徑咧，好似好多鱗片啦，好多石嗰啲啦嗰啲咧就係彎彎曲曲咁樣稱為龍脊啦呢個位置咧係響呢個2004年俾亞洲區嘅時代週刊咧評為呢個行山路徑觀景咧就係最靚嘅其中之一嗱呢邊咧就係對住呢個下邊嘅就係石澳有個沙灘啦，好多人都去游水都係啦。嗱呢個石澳咧話好靚呢個石澳呢度近住海啦，背山面海啦嗱嗰邊咧就係東龍島係啦有部遊輪經過添喎，好靚最遠望嗰邊咧係一個高爾夫球會啦就呢邊望唔到嗰邊啦，一直行上去山頂嗰度係啦，呢個海岸線非常之靚俾亞洲區評為呢個最佳嘅行山路徑之一係啦，因為呢度咧就近住市區搭半個鐘頭車都可以嚟到呢度噶啦，好方便，好多外國遊客都過嚟呢度打下卡影下相非常之海岸線非常之靚嗰度石澳咧就下邊嗰度有個之前去過啦，有個石澳嘅情人橋係啦，2018年咧就俾颱風吹爛咗啦，後尾整得好靚嘅藍色嘅情人橋嗰度大頭洲呢度被稱為龍脊咧嗰啲路徑咧好多啲石都好似類似龍嘅鱗片咁啦彎彎曲曲咁啦。上到山頂咧有好多樹木遮下陰咁啦。遠望嗰邊咧蘭塘海岸係啦，呢個景非常之靚石澳下邊呢度咧又有個大草地喎非常之靚嘅。沿呢個山脊行過嚟嚟到呢度最高點，呢度有條標高柱呢度呢座山叫咩名咧？呢度係龍脊行山路徑啦，打冷程頂山點解個名咁得意嘅啦19世紀初個下邊程頂山下邊居民咧有碼頭啦，有漁業豐富農作物各方面又好豐收嘅。後期咧就係話1941年
日本撐嚟香港啊！撐嚟香港咧，由1941年至45年參戰香港咧，就係3年08個月嗰陣時係，梗係俾日本霸佔咗啦嚇，係啦，嗰啲村民咧就你知㗎啦，俾日本統治霸佔咗咧，就呢個地方咧，就後尾咧就係日本投降撤退咗啦，後尾啲村民咧就喺呢度攞翻啦捉佢日本遺留下嚟嗰啲物件啊，嗰啲其他嘢啊，喺呢度打爛佢嗰個程鼎生前邊加個打爛程鼎生，係啦。嗱，嗰個景色再影一次呢度大浪灣，係啦，好靚啊個沙灘，好清啊遠望嗰邊係將軍澳跟住後邊嗰邊西貢噶啦最遠望嗰個島咧就係果洲群島係啦。嗰度叫做東龍島啦係啦，東龍島下邊呢個位置咧好靚喎哇好多草啊，好有草原啊，就係非常之美觀嘅頭先影個石牛係啦美麗嘅風景俾亞洲區評為呢個龍井呢笪地方咧，係最佳嘅行山路徑之一嗰個海岸線啊，對住個大海非常之靚嘅。呢個位置望到九龍飛鵝山嗰啲樓宇都係九龍半島嘅啦影到啲咁多